虽然这几天台南有落雨，嘛配合林泽雨，不过雨量毕竟有限。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台南的降雨量已经创下将近30天来上佳。白河甲闸门水库的抽水量拢达到20%几。虽然乌山头甲南华水库的水位有超过60%，不过目前台南的水情灯火是黄灯，部分实施夜间减压供水。这样子的一个降雨量也造成我们现在目前水库蓄水量来讲稍微有偏低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部分呢，在经济部呢也将我们台南地区列为我们减压供水的一个黄灯那这个目前呢，大概自来水公司呢，只有在夜间的部分呢，晚上11点过后到凌晨早上5点左右这时间大概会有进行一个夜间减压供水。那在这边呢，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这边来做一些节约用水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尽量的去把我们的一些的用水蓄存在我们的水库，那这样子我们可以长长久久地处水利局长表示，虽然天公伯也无落雨，用再生水等替代水源会当冻到明年3、4月拢无问题。不过嘛，呼吁民众一定要节省用水。南市政府这边呢，在多元供水的部分呢，我们跟营建署也一起来合作。目前呢，我们的永康再生水厂在我们的12月16号开始供水供应给南科我们的那个园区在我们的公用水上面有很大的一些帮助也减少我们自来水的供应。那另外我们的安平再生水厂呢，也预计在今年的2月份可以立即来做一些供水。我想从我们的这个几个从再生水的供应上面我想都可以延缓我们的自来水的一个取用台湾今年大水期水库进水减少，但一天民生加用水量达到100万吨。在保障农业用水的前提，用水的配置就相当关键。所以如何透过水库连通工的工程以及再生水的设备等开源计划，来确保用水无过滤，嘛成为持续关心的课题。台南新闻，阮子何乔芳采访报道。